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2月2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8篇，利未记第5章第1节到13节，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4节。今仔日要甲大家参考分享的主题是互人跋倒。有的人足爱展现家己的影响力，所以常常足强要共说服叫人听家己的意见，却无咧注意讲家己的意见是毋是正确，或者是讲互人是偌大的负面的影响。福音书的时代，祭司、经学教师、法利赛人基本上拢属于即类的人。耶稣基督形容即种的人是伫人的颔仔骨呢目屎底石头也是迄个涂角佮甲人塞入水内底。即种为着家己的立场，甚至是利益来传递信息，互人跋倒的，是不配得到赦免的。甚至即种的人其实是罪恶深重啦因为安尼呢，所以咱知讲话着爱信息，做代志爱诚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伫人的头前，伫人的后壁，做人拢爱相同，毋通虚假，佮较毋通做假的见证来害人。利未记第5章第1节到13节，摩西的律法教导。若有人受要求伫公众的面前，为着所听到的、所看到的咒诅的事来作证，毋过伊毋听，伊就有罪，着对家己的罪负责任。若有人摸着无清气的物件，无论是野兽、精生，还是通大的新尸，如果伊毋知，伊嘛是无清气，有冤有罪。若有人摸着任何互人无清气的物，虽然伊毋知，到伊一个知就有罪。若有人随便咒诅，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虽然伊无意识为着家己随便咒詛，到伊一个知就有罪。人若有犯着以上这的事的任何一项，就着承认家己犯着的罪，嘛着因为伊所犯的罪，将背上的祭物带来上主的面前，就是对羊群中间拣一只绵羊母，还是山羊母做赎罪祭。这是着为着迄个人赎罪，伊若无够力通献羊就为着伊家己犯的罪，用2只蛤仔，也是2只粉鸟囝带来上主面前做赔罪祭，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烧化祭。伊着将这个带去祭司遐，祭司着先献赎罪祭。扯断鸟仔的颔棍，毋过毋通甲互头离开身躯，佮着将鸟仔的血来压伫祭坛边，互剩的血滴伫祭坛骹，这是赎罪祭。接续伊着照规例献第2只做烧化祭，这是安尼是为着迄个人赎罪，伊就得到赦免。伊若无够力通献2只房角，还是2只粉鸟仔囝，就着因为伊所犯的罪，献一只1公斤的幼米粉做赎罪祭，毋通下油，嘛毋通掺乳香，因为这是赎罪祭。伊着用祭物带去祭司遐，祭司着敲一大把来下伫祭坛顶，代表所献的赎罪祭，用火烧做祭物献互上主，这是赎罪祭。伊伫
规项的事中间犯着一项，这时就安尼甲伊赎罪，伊就得着赦免。甲所济偿款所现存的幼米粉，拢归乎祭司。洁净是敬拜上帝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啦，吼。所以，基督徒不但爱追求一个洁净的生活，更加爱用力尽力来互人得到利益，毋通因人犯罪，更加爱完全弃绝迄种故意互人犯罪的代志。路加福音17章第1节到第4节，耶稣佮对伊的门徒讲：引起人犯罪的事一定有，不过造成这个事的人惨啊！宁可用大石磨甲伊吊伫暗滚迄落海，嘛毋通互一个智慧是个跋倒犯罪。伊家己嘛得谨慎，你的兄弟还是姊妹若犯罪，就甲伊责备；伊若悔改，就甲伊赦免。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遍拢活倒转来，甲你讲我悔改啦，你嘛拢着甲伊赦免。耶稣的教导伫伦理上是一个非常真棒的吼，甚至教导要求军队者着爱赦免人一摆搁一摆，甚至若有人一天7摆来得罪，嘛着爱来赦免吼。只要伊愿意认罪悔改。诗篇38篇，上主啊，求你毋通受气责备我，毋通发大受气责罚我。你的钱射入我的身躯，你的手重重来刺我。你的受气，互我的身躯无一位健全。我的罪过，互我的骨头无一支好好。我的罪过摊起来，超过我的头壳，亲像重担，互我担袂起。我因为牛戆滴到空喙烂骨臭，我互罪洗甲要洗落去，规日行来行去害惨。我的腰亲像火在倒，我的身躯无甲一位健全。我受刺伤，规身躯麻痹，我的心苦痛，大声哀吟。主啊，我的心愿你拢知，我的吐气嘛无对你暗捌。我的心噗噗彩，溃力衰无，连我的目睭拢无神。我的朋友同伴因为我的歹镜头拢闪开，我的亲人嘛徛远远。笑想我性命的人说落网，要害我的人讲恶毒的话，规日在设计诡计的阴谋。我亲像臭耳人袂听见，亲像恶狗袂讲话。我亲像无听见的人，有喙嘛袂当答辩。上主啊，我仰望你，主，我的上帝啊，你要应答我。我要讲求你，毋通互因对我开口。我的骹踏脱的时，毋通互因对我看摇，因为我险险啊跋倒。我的苦痛不时甜随我，我要认我的罪恶，为着我的罪忧闷。我的对敌强搁勇，无缘无故怨负我的人加添真济。我用歹报好的人甲我做对头，因为我追求良善。上主啊，毋通放杀我，我的上帝啊，毋通离开我远远。主，我的救主，紧来救我。恳求听阮的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诚心来跟对你，实意来学习你听人会着直觉教导，互阮会通无陷害人，无互人跋倒，搁较爱互人得到利益来荣耀主的圣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